Hello，大家好，我係 Lily。Hello，大家好，我係 Annette。今次距離上一次出片呢都隔咗一段時間，咁如無意外，今次呢段片呢應該係我哋2025年嘅最後一段片啦。本身段片呢喺12月頭應該已經要出，但我諗全香港人都估唔到，我哋喺差唔多要送別2025年嘅時候，發生咗一件咁令人覺得悲痛嘅慘劇啦。我相信呢次嘅慘劇係令到全香港嘅人都感到十分之沉重啦。咁包括我自己在內，如果係忠實聽眾，應該成日都聽到 Lily 講，我係一個情感上比較冷靜嘅人。咁我自己都係估唔到今次呢件事係令到我情緒上嘅困擾會係咁大。以前呢，就算係可能喺我屋企發生咗一啲唔開心嘅事啦，又或者係身邊嘅朋友發生咗一啲唔開心嘅事，我覺得我自己即係喺情感上係可以承受到嘅。但我覺得今次呢件事帶俾大家嘅悲痛呢，已經係超越咗我自己能夠承受嘅程度。咁所以一路呢，即係呢半個月以嚟呢，一直都係不斷咁話要停一停啦，唔好再俾自己增加呢個唔開心嘅情緒，但係都一路忍唔住會不停咁樣上網去追住啲消息啦。同埋另一個令到我覺得衝擊好大嘅地方就係呢，香港呢係一個都叫做幾安全嘅地方咯。第一次感受得到原來一個災難可以同自己離得咁近，因為其實發生意外嘅地方同我屋企嘅距離真係好近，而我亦都成日有機會經過呢個地方，所以變咗我覺得嗰個代入感好強啊，令到我覺得好似一啲好唔開心嘅事就喺我隔離發生咗，咁所以就都用咗一啲時間去沉澱呢一個咁樣嘅情緒，所以一路就諗唔到一個好嘅機會要去錄音。我以為係因為我自己係一個比較高敏嘅人呢，所以先至會對大埔今次呢個火災咁大感受啦。因為其實我到今日呢，我都仲係會 keep 住上網或者睇新聞去 check 下有冇啲咩 update 咁樣樣。咁同埋之前有啲受影響嘅家庭嗰啲後續嘅訪問啊，嗰啲其實我都仲係成日會 check 住咯。我以為係我自己個人比較容易代入去人哋嘅經歷或者情感先會有呢一個情況，原來你都係咁樣樣。不過我相信其實香港好多人都應該會有呢一個感受咯，即係畢竟今次大埔火災實在係史無前例，我覺得可以話係。咁其實都應該我哋嘅聽眾當中都有唔少都頗受呢件事嘅困擾啦。咁我暫時未有收到聽眾 DM 話即係大埔宏福苑嘅受影響嘅家庭。但係如果有嘅話咧，都想俾呢啲受影響嘅人士知道，其實係香港仲有好多人係一直都關注呢件事，其實係一樣都希望可以快啲知道呢件事嘅來龍去脈啦，同埋更加希望就係受影響嘅人真係可以盡早得到公平嘅對待咯。OK， 咁你睇嚟應該已經揾到想講嘅 case 啦。咁請問今日講咩呢？頭先你講到話我哋每一個人都好想快啲查到呢件事嘅來龍去脈啦，咁我諗今次我要講嘅呢一單嘅災難入邊嘅家屬呢，對於呢個心情係非常之明白嘅。今日要講嘅呢，就係韓國世越號沉沒事件。喺2014年4月16號朝早8點48分，載住476個乘客嘅世越號客輪喺由韓國仁川港駛去濟州島嘅途中，喺西南部全羅南道真島郡屏風島以北大約20公里嘅海域附近沉沒。事件造成咗304個人罹難，成為咗韓國近50年以嚟最嚴重嘅渡輪災難。世越號係一艘已經啟航咗20年嘅船，咁都有翻啲歷史嘅。佢原先呢係一艘日本嘅客輪，個名叫做波之上。喺1994年開始，佢一直咧都係往返喺日本沖繩啦同埋鹿兒島之間嘅。去到2012年10月2號，呢艘船咧正式退役，但係1個禮拜之後咧，佢就俾韓國嘅青海鎮海運公司買走咗。經過半年嘅翻新同埋改造咧，變成咗一艘客貨兩用嘅船，並且咧係改咗名叫做世越號。世越號咧一直咧都係往返喺仁川同埋濟州島之間嘅。喺發生災難嘅嗰次航程之中咧，世越號其實係
預定喺前一晚啟航。咁我哋而家時間翻去2014年嘅4月15號，當日傍晚咧，仁川港嘅海域附近呢係充滿住大霧啦，海上面嘅能見度唔夠1000米。由於天氣條件非常之惡劣，所以咧仁川嘅船舶航管中心喺下晝嘅5點半呢就發布咗限航通告，要求所有船隻咧都係唔可以離開港口，直到另行通知。世越號原定當晚咧6點半係會駛離仁川港，所以當時咧乘客其實已經登船，但係因為禁航嘅命令啦，所以乘客只能夠喺船上面等待。世越號嘅乘客上邊一共有476個人。當中咧係包括乘客443人同埋船員33人，其中有339人呢都係鞍山市潭元高中嘅高二學生，同埋14個教職員。佢哋咧係準備去到濟州島進行4日嘅畢業旅行，所以大家咧當時嘅心情咧都非常之興奮。喺發布咗限航令之後3個鐘呢，濃霧開始散去啦。所以仁川船舶航管中心咧解除咗所有限航嘅命令。雖然係咁，但係因為為咗保障安全，所以仁川港當晚其實係有另外嘅9隻船咧係會出航嘅。不過幾乎所有嘅船咧都係取消咗嗰晚嘅航程，只有一隻船咧係繼續出航，就係世越號啦。當日世越號咧係由69歲嘅李俊石船長駕駛，佢有超過40年嘅航海經驗。不過咧，其實佢本來就唔係世越號嘅船長嚟嘅，而係喺啟航之前咧先臨時調過嚟嘅船長。除咗船長之外咧，世越號亦都有另外32個船員隨行一齊服務乘客嘅。咁我呢度就淨係講一講同呢單災難有關嘅一啲關鍵船員啦。佢哋包括大副姜元直、三副朴咸傑、舵手趙準基、輪機長朴基浩同埋船員朴智英。咁呢班人咧都會同之後災難嘅發展係有比較多啲嘅關係嘅。去到夜晚9點咧，世越號正式駛離仁川港，就按照原定嘅計劃駛去濟州島啦。除咗乘客之外咧，船上邊當時咧仲載住2142噸嘅貨物，因為之前講過呢個客輪咧其實係一個客貨兩用嘅客輪嚟嘅。咁根據已經登記嘅報備，世越號嘅載貨重量咧上限係987噸，就算計埋壓載量咧都唔能夠超過1700噸嘅。咁咩叫做壓載量咧？就係我哋喺個船行嘅時候咧，其實要喺個船艙入邊咧加入啲水啦、沙或者一啲鐵塊去增加佢嘅重量，令到架船咧可以保持穩定同埋保持平衡嘅。當時世越號嘅貨物重量咧已經係最大載重量嘅2倍幾，而且咧為咗增加運送嘅貨物量咧，世越號仲放走咗75% 嘅壓艙水，亦都即係話咧世越號當時係嚴重超載，成架船咧上邊好重啦，下邊好輕，係一個極度唔穩定嘅狀態。如果去極端啲咁樣去比喻咧，就好似係一個漂喺水上邊嘅一個我哋裝飯嗰啲發泡膠盒，上邊咧擺咗一啲好重嘅石頭，咁係非常之容易係會翻轉嘅。但係盡管喺一個咁令人不安嘅狀態之下出航啦，但係當時咧客艙入邊最大部分嘅乘客，即係嗰班學生啦，係懷住一個好興奮嘅心情去期待今次嘅畢業旅行嘅。咁加上喺當時咧，佢哋已經喺船艙入邊等咗幾個鐘頭，咁所以咧當嗰個起程嗰個笛響起嘅時候咧，當時成架船入邊嘅人咧都非常之雀躍，大家都係一個好愉快嘅氣氛之下咧迎接今次嘅旅程嘅。經過咗一晚嘅航行之後，去到4月16號朝早8點左右，世越號咧就駛入咗遇險範圍嘅全羅南道海域。當日嘅早上咧天氣非常之好，當時好多乘客咧其實喺個餐廳嗰度享受緊當日嘅陽光啦，好寫意咁樣食緊早餐。當時嘅世越號咧正以每個鐘頭20海里，亦都即係37公里嘅速度去航行，咁唔算好快。架船咧係由7點半開始咧，就已經由船長嗰度咧交咗俾接班嘅三副朴咸傑同埋舵手趙準基去繼續航行嘅。踏入8點20分，世越號咧就駛入出事嘅孟骨水道。當時嘅能見度咧仍然係非常之良好，而且咧海面係風平浪靜嘅。咁三副趙咸傑咧就命令舵手趙準基將個船嘅駕駛系統咧由自動駕駛改為手動駕駛。咁點解要咁做呢？因為手動駕駛咧相對上係比較可以更加靈活咁樣面對海面上面嘅複雜情況嘅。
而事實上，曼谷水道嘅附近海域咧，都算係幾危險嘅。呢個海域附近有好多嘅淺水區啦，而且咧島礁係比較密集，洋流變化得比較快，船咧係好容易遇到一啲比較急嘅暗流，都係有一定嘅危險性。不過咧，嚴格啲嚟講，其實當時世越號嘅路徑並唔喺呢個危險區域嘅附近，而就喺改咗手動駕駛模式之後冇幾耐咧，果然複雜嘅變化就嚟啦。突然之間咧，有幾股轉向嘅洋流，將世越號推到有少少偏離咗航道。當時負責指揮嘅三庫柏咸傑咧，就唔知點樣可以靈活咁樣面對呢一個情況啦。因為咧，佢當時其實咧只係得25歲嘅啫。資料話咧，佢當時先啱啱喺航海學校畢業咗2年，實際嘅揸船經驗咧都係比較淺薄嘅。更加恐怖嘅係咧，其實佢當時係唔知道世越號係咁嚴重超載，所以咧佢就落咗一個非常之魯莽嘅決定。為咗避開嗰啲洋流，佢命令舵手趙準基係做咗一連串嘅急轉彎，結果咧呢一個操作咧係令到個船身咧係越嚟越飄嘅。由8點49分26秒開始，世越號咧就喺一個向左嘅連續轉舵入邊咧徹底失控，架船咧係突然之間傾側咗，而伴隨住咧就係一連串嘅巨響啦，船艙入邊有好多嘅貨物都向左飛起。包括咧相對有比較輕嘅家私啦，或者電器，甚至咧係重到可能一啲嘅汽水販賣機啦，又或者係當時2樓咧嘅汽車甲板上面係裝咗啲貨車嘅，都一齊飛起咗。而有一啲咧冇被固定嘅貨櫃咧，就直接跌咗入海入邊。喺上層船艙嘅乘客面對住呢個突然嘅撞擊咧，都反應唔切，所以冇辦法反應得切咧，就已經瞬間咁樣俾呢個撞擊拋咗去左邊，形成咗一個個嘅人疊人咁樣嘅人山。當時已經有唔少人咧係受傷流血噶啦。根據一個生還嘅乘客朴俊克回憶，當時咧船身係突然之間劇烈傾斜，走廊上面嘅人咧一係咧就撞咗埋牆，如果咧身邊冇牆嘅人咧就更加唔好彩啦，佢哋可能咧係飛到去幾米以外嘅地方。而另一個嘅生還乘客新英子就話咧，佢當時係身處喺中央大廳嗰度嘅人咧就好似骨牌咁樣一掃而空，全部咧跌晒喺角落頭。綜合咗好多個生還嘅乘客對當時意外發生嘅即時嘅反應嚟睇咧，當時嘅船身喺強烈傾斜之前呢，大家都係能夠聽到架船係發生咗一聲嘅巨響，但係咧大家都唔知道呢個聲音嘅來源咧究竟喺邊度。喺意外發生嘅時候，船長李俊石其實正喺佢嘅睡房入邊休息緊。咁去到8點50分呢，佢先着住睡衣衝咗上去駕駛室。其後咧，所有嘅船員同埋舵手咧亦都陸續到達駕駛室。喺同一時間，輪機長朴基浩就傳達船長關閉引擎嘅命令，並且係致電助理工程師，命令要疏散機房入邊嘅所有船員。同一時間呢，當時其實應該要喺度指揮緊架船嘅三庫朴咸傑係做緊啲咩呢？佢當時竟然喺呢個咁重要嘅情況，一直就喺一邊度喊到至少咧，根據資料話咧係喊到9點06分，亦都即係差唔多15分鐘之後。喺落咗引擎關閉嘅指令之下呢，意味住呢，其實當時翻側咗個船呢已經係冇辦法再調整方向噶啦，跟住落嚟架船就會隨住水流而漂浮嘅。當時呢，世越號係以每小時1.7海里，亦都即係大約3公里嘅速度呢跟住啲水漂走，成架船呢係打橫咁樣逐漸向北邊漂移。喺8點52分，船員發現呢，世越號開始下沉。通訊官康海成按船長嘅指示，經廣播系統要求乘客呢企喺原地等，甚至係警告乘客呢，如果隨意咁樣周圍走呢係好危險嘅。船員呢亦都冇即刻去安排乘客迅速咁樣去甲板或者係搭救生艇去逃生。咁呢個係一個正常發生一啲海難嘅安全程序，但係佢哋係冇咁做嘅。儘管當時架船呢其實已經經過好猛烈嘅撞擊啦，船上面亦都有唔少嘅乘客其實已經係頭破血流，但係咧大家其實都冇非常之驚慌嘅，尤其係嗰班高中嘅學生，因為根據世越號啱啱出事之後，有好多呢班嘅學生 send 出嚟嘅相嚟睇呢，起初大家其實係非常之樂觀嘅，因為架船雖然有問題，但係呢就睇起上嚟唔似就嚟要沉啦。加上呢，當時個海係非常之風平浪靜啦，而出事嘅地點其實唔算喺非常之偏僻嘅海域，只係喺岸邊附近嘅啫。就算呢真係有咩麻煩，救援隊伍呢都應該好快可以趕到去現場嘅。佢哋於是呢都遵照指示留翻喺原地等啦，並且呢覺得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比較少嘅意外。
當時呢班人咧表現得非常之輕鬆嘅，可以喺啲相度睇到咧，其實佢哋一路喺度傾緊偈啊、影緊相啊、拍緊片。當時亦都有人咧係 send 信息或者打電話去屋企人嗰度去投訴啦，可能去抱怨下咁啦。咁但係好多家長俾小朋友嘅回應咧，都係叮囑佢哋同平時一樣，只需要聽老師啦同埋船上面工作人員嘅指示，遵守紀律咁就得噶啦。根據事後喺現場拎到嘅電話錄音咧，能夠確認呢一個咁嘅待命廣播咧，一直係由8:52去到至少9:30，即係超過30分鐘嘅時間咧。就算去到當時咧，海水已經開始進入去客艙咧，都仲係廣播緊呢一個嘅待命廣播嘅。而去到當時8:52咧，其實世越號都冇向外邊發出任何嘅救援信號。外界第一次收到世越號嘅求救信號咧，係去到8:52嘅32秒。但係最先呼救嘅咧，就唔係船上邊嘅船員，而係其中一個乘客，潭源高中嘅學生崔德夏。佢用自己嘅手提電話打咗去韓國緊急救難電話119，電話咧接通咗負責嘅全羅南道消防局。崔德夏就同接線嘅人報告世越號正喺度傾斜，感覺咧好似就嚟要沉啦。消防局咧將呢一個電話咧就轉接咗俾附近海邊嘅城市木津市嘅海洋警察廳。警方當時咧誤以為崔德夏咧係一個船員，不斷要求咧佢睇 GPS 提供船難嘅準確緯度同埋經度。咁喺擾攘咗3分鐘之後咧，木津市海洋警察廳嘅情報室先下令派出123號巡邏艇去現場。嗰架船咧就喺8:58出發。而另一邊廂8:55嘅時候咧，船員先正式向外界發出警報。大副姜元直向濟州航管中心咧就發出第2個求救信號，即係喺崔德夏發出第1個求救信號之後大約嘅3分鐘。當時姜元直咧係要求濟州航管中心通知海洋警察廳，因為咧客輪正喺度漂浮緊，而且咧係非常之危險。喺8:56嘅時候，濟州航管中心咧先通知咗濟州海洋警察廳，再到3分鐘之後咧，濟州海洋警察廳咧先轉駁到去木津市嘅海洋警察廳。呢個時候先知道原來佢哋已經出動咗巡邏艇。而根據海洋警察廳嘅搜救指南咧，巡邏艇嘅職責咧其實係要調查事故嘅範圍，並且係救出乘客嘅。但係咧喺後來崔德夏嘅電話入邊攞到嘅影片可以證實咧，一直去到世越號完全傾覆之前咧，其實都係冇任何嘅救援人員去進入船艙去拯救乘客嘅。頭先講咗好多部門咧喺收到求救電話之後咧駁嚟駁去啦，一直擾攘咗10分鐘，去到9:05，濟州航管中心咧先通知到當時距離世越號最近嘅真島航管中心。真島航管中心就向附近嘅另外2隻船發出世越號遇險嘅警報。其中距離世越號最近嘅船呢，就係一隻叫做杜拉高手號嘅船。船上面嘅船員回報航管中心呢，佢哋當時嘅距離其實已經係可以能夠用肉眼去望得到世越號噶啦。由9:10去到9:11，真島航管中心咧係不斷咁樣詢問世越號上面嘅乘客係點啦，但係都冇得到世越號嘅回覆。去到9:12咧，真島航管中心繼續追問究竟乘客係咪已經登上咗救生艇或者救生筏。大副姜元直終於有回應啦，佢話咧世越號上面有太多人啦，所以咧係冇可能上到救生艇或者救生筏嘅。但係其實事實上咧，世越號當時咧係配置咗44隻，每一隻可以容納25個人嘅小型救生艇，同埋4套，每套可以容納250人嘅海上撤離系統。咁海上撤離系統咧就好似一個快速充氣嘅垂滑梯同埋救生平台組成嘅一個裝置嚟嘅。咁如果喺架船度遭遇到一啲緊急嘅情況咧，乘客就可以直接咁樣射入去個海嗰度，喺一個類似帳篷咁樣嘅物體上面咧去等救生筏嚟救援嘅。而且咧成個過程咧只需要係90秒左右咧就能夠完成噶啦。呢兩項咁大規模嘅疏散措施咧，加埋其實係可以俾到2000幾個人逃生嘅。但係最後發現咧，當時其實世越號用咗嘅救生筏咧只係得2隻，其他嗰啲咧都一直係固定喺原位冇用過嘅。9:17，
大副姜元直咧就向真島航管中心報告，當時世越號咧已經係傾側咗超過50度。9:18呢，第一艘救援嘅船隻杜拉高手號咧，首先就抵達咗事故嘅現場。咁對世越號嘅乘客嚟講咧，當時就好似睇到希望咁樣啦。咁有好多學生咧開始喺 KakaoTalk 入邊嘅群組好興奮咁樣對出邊嘅人講，就話救援隊終於嚟啦。但係杜拉高手號同一時間向真島航管中心匯報咧，佢嘅救援工作係冇辦法好順利咁樣進行，因為咧世越號已經係傾側並且漂流，附近咧係有好多嘅貨櫃喺度漂浮緊啦，咁所以咧佢冇辦法接近喺佢隔離，佢哋能夠做嘅咧就係喺最近嘅距離下，幫疏散出嚟嘅乘客去準備救生衣或者救生艇啦，但係咧當時世越號係並冇啟動疏散嘅程序，當時幾乎係冇乘客出嚟，咁所以咧係冇辦法救到船上面嘅乘客嘅。9:20左右，第一批嘅官方救援船咧終於去到出事嘅地點，但係咧並冇展開即時嘅實質救援工作。9:23呢，真島航管中心要求世越號嘅乘客係要着上救生衣，但係咧大副姜元直就話當時嘅廣播系統出現故障，冇辦法透過廣播通知乘客。航管中心於是咧再次要求，就算咧冇得廣播，都要即刻派人通知乘客着救生衣或者厚衫嘅。9:25，真島航管中心咧要求船長即刻咧係要決定究竟要唔要撤離隻船，因為咧當時陸地嘅救援隊咧係缺乏足夠嘅資訊可以判斷究竟要點樣去拯救船上面嘅乘客。但係咧船長係不停咁樣重複一啲好冇意義嘅句子，例如就話架船好斜啊，行唔到啊等等。佢反而咧係不斷咁樣追問究竟外部嘅救援情況係點呢？去到9:30左右，2架救援直升機終於飛到去失事嘅海域附近，但係亦都因為海面上面飄住好多大型嘅雜物，所以都係唔能夠靠近艘船去展開一個比較大範圍嘅救援。呢個時候咧，船長先至命令船員去撤離，但係呢個命令咧係冇包括所有乘客嘅。根據一個生還者韓成石回憶講呢，當時同佢哋一齊喺出邊嘅船員朴智英其實不斷咁樣透過無線對講機去呼救駕駛室，希望船長可以俾指示，但係船長咧係冇任何答覆。喺9:33，真島航管中心確認咗附近嘅民用船隻係自願參與救援行動之後咧，終於指示佢哋為乘客放置救生艇或者橡皮艇。去到9:34，世越號嘅第2層甲板已經係接觸到海平面，呢個咧亦都係世越號呢架船嘅浸水限制線。喺超過咗限制線之後咧，海水就會不斷咁樣灌入去船艙，而船身咧亦都更加急速咁樣傾斜。喺船上邊嘅人咧，只好不斷咁樣向更高嘅甲板嗰度走啦。去到9:38，世越號同航管中心之間嘅所有通訊咧已經切斷，而同一時間咧喺駕駛室入邊聚集包括船長在內嘅8名船員，佢哋都喺身上邊綁起咗消防水管，準備要逃難。通常我哋認為咧架船出事咧，其實船員應該係最後一個走，甚至咧應該係同隻船一齊共存亡噶嘛。但係咧呢班人咧，佢哋係最先離開世越號嘅一班人。船長作為一個領導嘅角色啦，佢唔單止係從來冇發出過棄船嘅指令，甚至喺獲救之後咧，佢都冇去向救援隊係請求佢哋營救乘客嘅。佢嘅情緒係表現得非常之冷靜啦，對救援人員嘅問題咧，佢都係好含糊咁樣回答。咁所以事後咧，大家都批評得佢好犀利。去到9:54，世越號左邊嘅船身咧已經係完全被水淹沒噶啦。去到呢個咁嚴峻嘅情況底下咧，仍然仲喺世越號上邊嘅船員同埋老師咧，先意識到件事有幾咁嚴重。所謂要等下一步嘅指示咧，應該冇咩可能啦。呢個時候佢哋先去搏命咁樣逃生。老師同埋船員咧，先將分散喺船艙入邊嘅學生聚埋一齊，幫佢哋咧去冇入水嘅地方嗰度爬啦，並且咧係將有限嘅救生衣咧俾咗學生。雖然船上面有一組已經逃難咗嘅船長同埋船員啦，但係都有好多非常之盡責嘅船員，其中包括頭先話一直幫出邊嘅人聯絡船長嘅朴智英啦。佢一直咧都係好盡力咁樣去拯救呢班學生，幫佢哋每個都着上救生衣，而佢自己咧就一直留守喺船上邊。咁最後好不幸，佢都係喺今次嘅船難入邊犧牲咗嘅。
去到10:01，架船呢已經傾斜咗70度。喺船入邊較高層位置嘅人呢，其實可以透過船窗係見到救援嘅船隻或者直升機就喺眼前。但係咧，佢哋形容當時呢班嘅救援隊呢係並唔似有想救佢哋嘅意思。咁佢哋不斷咁樣好絕望咁樣拍個玻璃，係咁大叫啦。但係出邊嘅人呢就好似係視若無睹咁樣。由於意識到咧救援隊並冇諗住進入去船艙救援啦，咁有3個乘客分別叫做金成默、金宏慶同埋金東秀咧，就開始自發組織救援啦。佢哋開始將一啲消防嘅喉管同埋窗簾咧拉到去3樓嘅中央大廳，將一個個乘客喺較低層嘅位置咧拉上去。而一啲平時比較大膽嘅學生咧，呢個時候咧決定唔再聽話啦，開始爬出去船艙出邊啦。抌碎船窗，爬出去外圍嘅圍欄嗰度，向救援隊呼救，或者咧係索性直接跳入去海裏邊等救援。而最後睇翻個救援數字嚟講呢，證明咗呢一個咧先係最明智嘅選擇。最後能夠生存嘅幸存者之中呢，大部分都係呢班唔聽話嘅人。10:06嘅時候呢，世越號基本上已經傾斜到變咗一個側瞓嘅狀態啦。船嘅下沉速度咧，亦都越嚟越快。喺呢個狀態之下咧，只有零星嘅乘客係可以逃到去船艙外邊嘅。就算咧跳到入海入邊咧，都好有可能咧係俾因為沉船而形成嘅漩渦咧捲入去海底嘅。10:13嘅時候，終於救援隊係載住船上面第一批嘅生還者離開事故現場，但係呢批生還者竟然係剛才一早棄船逃走嘅船長同埋船員。相反，喺船上邊一直幫助乘客嘅船員朴智英，呢個時候仍然留喺船上邊去指揮學生逃生。去到10:21，喺事故發生2個鐘頭之後，世越號宣告完全沉沒喺水入邊。而喺當時船上面400幾個人之中，只有大約160個乘客同埋船員成功逃出船艙。而呢班嘅幸存者呢，大部分都唔係由政府嘅救援隊救起，而係由自發嚟救援嘅漁民所救起嘅。咁究竟在場嘅正式救援人員係做咗啲咩嘅呢？根據事後各種嘅證據嚟睇呢，當時佢哋主要嘅工作呢係有2樣。第一樣呢，就係維持失事海域嘅秩序，制止民用嘅船隻靠近沉船，就算係喺附近收到消息想過嚟救援嘅船隻，都俾佢哋全部攔截咗。而第二樣呢，就係等待，成個救援嘅過程入邊呢，佢哋係不斷咁樣等待上頭俾進一步嘅指示啦，等待有潛水設備嘅救援團隊趕過嚟啦，等待其他部門嘅增援，等待受困嘅乘客自己跳入海，再將佢哋撈起。簡單啲嚟講，就係冇做過任何實質嘅嘢。世越號沉沒除咗令到韓國舉國都陷入咗好悲傷嘅情緒之外呢，亦都係掀起咗好多廣大市民嘅不滿。除咗係批評官方嘅救援隊冇盡力去搜救之外呢，個矛頭亦都指向咗理應係統籌成件事嘅最高決策人，亦都即係當時韓國嘅總統朴槿惠。喺事故當日一直到咗10:30，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先至緊急召開新聞發佈會，但係當時咧就冇見到總統朴槿惠露面嘅，只係由總統府嘅發言人幫佢轉達一句，政府咧係會盡最大嘅努力唔放棄任何嘅生還者。喺新聞發佈會之後咧，韓國有幾個主流媒體開始去報道今次嘅沉船事件啦，但係當時嘅新聞上面嘅信息咧，竟然係話船上面全部嘅乘客都已經獲救。一直到傍晚嘅5:10，事故已經發生咗7個鐘頭之後，一直唔知去咗邊嘅總統朴槿惠先至出現。根據當時嘅會議記錄，佢見到負責救援嘅安全部長係問咗一個非常之尷尬嘅問題。佢問安全部長到底而家救援工作係去到咩情況？佢更加係以為船上面嘅所有乘客已經獲救，可以顯示到直到當時為止佢係冇直接參與救災嘅工作。就喺總統同埋安全部長會面嘅差唔多時間，出事嘅潭元高中學生嘅家長先陸續趕到去真島市。呢個時候佢哋先知道小朋友根本就冇好似新聞入邊所講係被救出嚟，好多嘅父母當場係崩潰咗。但係無論佢哋點樣再三請求官方嘅救援隊去救佢哋嘅小朋友，官方嘅回應呢都係好官腔咁話已經喺度盡力搜救。去到當晚8點左右，所有嘅救援工作其實實際上已經結束。
我哋成日喺災難發生之後都聽到一個叫做黃金72小時嘅講法，但係呢個講法唔係太適用喺海難入邊，因為咧如果遭遇到海難，一旦架船沉咗，海水灌入去船身，如果乘客仲喺船艙入邊咧，死亡嘅機會係非常之大嘅，因為遇難嘅人咧冇辦法好似喺其他嘅災害，例如地震入邊，可能仲有機會好好彩喺啲瓦礫之中有個罅俾你可以生存，等人嚟救。最終今次世越號沉沒嘅悲劇係造成咗超過300人罹難。翻轉頭，如果架船開始傾側嘅時候，船上面嘅乘客已經得到船長或者船員嘅清晰同埋正確嘅指示去逃生，我諗今次呢場災難嘅傷亡完全可以降低，甚至係避免。其實呢單 case 真係好深印象，因為呢一單 case 去到而家應該係11年度啦。咁我哋嗰陣時其實都係啱啱畢業冇耐啦。當時見到電視上面嗰啲大部分出事嘅都係學生咧，其實即係個感受係特別深嘅，因為其實自己個年紀同我哋都唔係差好遠噶嘛。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就好記得即係新聞上面嗰啲畫面啦，同埋都會諗。即係如果自己當時係船上面嘅其中一個學生，會做啲咩咧？咁樣。其實咧，世越號沉沒事件對我嚟講咧，都喺我個 list 上邊好耐，好想講嘅一單案嚟噶啦。不過就揾緊一個好啲嘅機會去講呢單案，因為咧資料係非常之多，我都知道係一定要用好多時間去整理。咁啱中間而家呢個時間有一個比較長嘅我哋休息嘅日子，咁我就揀咗呢單案嚟講啦。本身以前喺其他嘅網上邊嘅 channel 啊，又或者唔同嘅 resources 去睇呢單案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哇，有冇搞錯？點解可以咁離譜嘅入邊嘅情節？不過今次到自己要講，我再去詳細咁樣去睇咗成件事究竟係點樣發生，起因、經過、結果，真係唔睇猶自可，一睇就真係唔止把幾火，係簡直係人神共憤啊！其實我每一次睇呢啲同類型嘅 case， 我自己個感受都好深嘅，因為我每次都會反思，究竟我當時會係咩角色呢？我都又係幾肯定自己呢，都會係等嗰個人咯。之前你講大邱地鐵縱火嘅時候，我哋咪討論過，究竟自己會唔會係喺個車廂入邊等嘅人，定係會嘗試逃出去車廂外邊嘅人噶嘛？當時我自己話我係應該會係一個企喺原地度等聽指示嘅人。咁我今次再睇翻呢單 case 啊，我仍然都會諗，我會唔會其實都係嗰個留喺原地等指示嘅學生呢？嗱，如果講今次世越號咧，因為佢發生事故個地點咧係喺海上面，咁其實你喺隻船上面，你其實可以喐嘅空間係好有限啦。咁如果喺呢個情況咧，其實如果我嘅話咧，我諗我都可能係會係聽話喺度等嗰個。一落到個海咧，我就有啲不知所措啊，唔係好熟水性啦。咁所以如果有人係好肯定咁話俾我聽啊，你哋要留喺原地等啊，等安全嘅指示啊，咁樣咧。咁再加上當時嗰個環境，我覺得其實我代入翻啲學生睇咧，我覺得。當時有咁大部分學生會聽話嘅其中一個原因，可能係同嗰個發生事嘅位置可能都有關係。你諗下，如果你係一個唔好識游水，或者你唔熟水性嘅人，你夠唔夠膽話自己走出去游出去個海度啊？我覺得你呢一個 point 講得啱，同埋另一點就係當時其實架船係唔似係有即時嘅危險性。我諗作為一個可能中學生啦，佢哋未必經歷過呢啲咁嘅情況，就算喺學校可能有啲演習，都只不過係通常係火警演習啦。咁佢哋未接觸過，佢哋可能覺得係小事，加上佢哋亦都冇呢方面嘅知識，所以其實佢哋根本就唔知道點樣應對，咁唯有就只能夠繼續靜靜咁坐喺度等其他嘅指示。咁所以喺嗰次災難發生咗之後咧，其實都俾韓國人上咗好重要嘅一課，就係好多嘅家長啦、學校或者係政府咧，其實佢哋對於小朋友災難應變嘅教育咧，其實佢哋個意識都加強咗好多。有好多家長咧，甚至係會自發帶佢哋嘅小朋友去上一啲災難應變嘅堂咯。其實我覺得而家好多人都忽視咗呢個防災演習嘅重要性咯。你諗下，我哋以前細個喺學校做火警演習，其實每一次個鐘響嘅時候咧，第一時間咧一定係覺得係假嘅，然之後仲慶幸可以早5分鐘落堂咁樣添。即係其實大家會對於嗰個演習嗰件事咧，未必會真係因為我有做而去知道真係有事嘅時候去
點樣做，甚至乎其實可能係到真係有事嘅時候，我哋個第一反應可能係其實係咪演習嚟㗎？假㗎，唔使走㗎係嘛？所以我覺得其實對待呢一啲演習嘅態度係好重要咯。尤其是我諗香港人經過咗11月黃福苑火災之後，其實應該更加要有一個態度，就係每一次無論係咪演習都好，都要將佢當係真嘅咁樣去做咯。因為我哋永遠都唔知幾時會發生一次真㗎嘛，到真嘅時候，我哋真係好需要去知道我哋應該要做啲咩咯。除咗態度之外，我覺得其實個演習嘅內容都係重要。我諗喺香港成長嘅大家咧，參加得最多嘅演習應該就係喺學校嘅時候定期嘅火警演習。但係其實咧，我哋每一次喺呢啲學校嘅火警演習咧，我哋淨係知道火警嘅時候我哋係唔好搭 lift 啦，我哋就要行樓梯，跟住要大家唔好爭先恐後，跟住去到個操場嗰度排隊。但係其實講真，我係冇喺呢啲演習裏邊學到，其實我真係走火警嘅時候，原來我係要濕條布啦，揞住口鼻啦，然之後盡量匿喺一個安全嘅位置，再將嗰個位置嘅窿窿罅罅再用濕毛巾去封起晒。呢啲其實喺學校裏邊嘅火警演習呢，我係冇學過。咁所以我覺得除咗我哋喺參與演習嘅時候要好認真咁樣對待之外，其實個演習嘅內容會唔會可以即係滲透多啲係真實入邊我哋應該要有嘅知識呢？其實你咁講又係喎，以前小學、中學甚至乎即係我出嚟做嘢咧，公司咧都有試過做火警演習啦。其實咧係真係我印象中咧係冇一個環節係話叫我哋係即係話準備濕毛巾揞口鼻咁樣，可能係演習係大家即係唔係真係一個好十分認真嘅態度啦，大家可能嫌麻煩啦，冇做之類咁樣樣啦。但係你而家咁樣講起咧，我真係腦入邊咧，我淨係諗起走火警唔應該帶乜嘢，應該帶乜嘢咧？我腦好似真係空白咗。而家會知道要條濕毛巾揞口鼻咯，但係即係我諗當下第一時間，雖然話就話咧，即係由細到大都教育我哋就話走火警咩都唔好帶啦，走就算啦。但係唔係喎，即係後來即係近年可能會有啲人就話一定要帶三寶、銀包、電話、鎖匙，跟住同埋濕毛巾咁樣樣咯。你話但係以前細個真係淨係會叫你咩都唔好攞走咁樣樣嘅喎。所以人有陣時我覺得真係唔應該太聽話。講開又係喎，以前喺學校走火警係叫你咩都唔好拎噶嘛。我仲記得學校教我哋一定要閂好道門添，但係其實又好似印象中係我一直都不解嘅迷思，究竟點解要閂埋道門？學校係好似冇講過，總之就係個規矩就係要閂埋個門咯，就好似4月號船上面嗰班學生咁，你唔知點解一定要喺嗰下要聽老師話，總之就係教育你喺災難嘅時候，我哋聽老師話咁就得啦。或者就算聽話都好啦，喺你聽之前咧，都應該要問下點解先。即係頭先講話逃生三寶喎，嗱，我戴翻頭盔先啊！我都係即係上網見到有人會咁樣講啦。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如果真係有咩事上嚟咧，唔好理啊，走咗先啊，咩都唔好攞，冇就冇啦。總之之後就總有機會再揾翻嚟嘅咁樣樣。咁但係咧，有陣時我哋可能咧就真係會人哋話俾我哋聽嘅時候就咁樣做咁樣做。如果嗰個人係一個我哋覺得嘅權威嘅人啦，譬如老師啊、長輩嘅時候咧，可能我哋有陣時咧就第一時間會選擇相信咗先咯，而唔係去問咗、質疑咗點解先咯。所以我上一集咁講啦，因為我覺得而家個社會咧，我哋係好需要去思考啊，即係喺呢個咁多資訊嘅年代咧，如果我哋下下聽到人哋講咩就信咩，好啦咁樣。我哋其實有冇質疑過背後嗰樣嘢個動機或者個原因係啲乜嘢嘢咧？即係好似我覺得4月號呢一件事就好明顯係印證咗，就係有陣時聽話未必一定係有一個好嘅結果嘅，又或者應該話唔應該盲目咁樣聽話咯。當面對一啲生命受到威脅嘅時刻，係更加應該要有呢一個思考嘅能力去諗，呢一刻我冷靜落嚟之後，我應該要做啲乜嘢？即係如果有人俾指示你，而你自己係經過思考，覺得評估過呢個情況，我係應該聽佢嘅指令，我會比較可以提高我嘅生存機率，咁就做，咁當然冇問題啦。咁但係有陣時咧，我自己咧又會覺得，人喺需要求生嘅時候咧，可能會爆發出一啲我哋唔知嘅力量都未定嘅。
即係我記得細月號上面有一個學生就係話，其實佢當下就覺得唔對路啦，佢就覺得要走啦咁樣樣。咁我覺得其實當下咧，可能係一個出於佢嘅求生嘅本能，俾咗一個感覺佢就係，而家係有危險要走。我相信生物係會有呢個本能嘅，所以有陣時可能相信自己嘅感覺都未必係一件錯事。當然我哋要對自己第一判斷係有信心啦，但係好無奈地咧，喺一個群體入邊，我哋好容易咧係會變咗一隻羊，好容易會有一個羊群嘅心理。我覺得咧喺呢方面咧，你應該會做得好過我。我覺得我同你喺應對事情嘅方式實在係南轅北轍啊。或者好多時候我俾人嘅感覺咧，就係我個人咧好有主見啦，成日都好快可以做到決定啦。但係呢啲決定咧，往往只係一啲關於我自己好細嘅決定咯。喺好個人嘅事件上面咧，我係的確係好中意跟住自己嘅方向去行嘅，冇乜人可以左右到我決定。但係咧，係一啲咁大嘅決定，可能係一啲好關鍵嘅關頭咧，我永遠都想跟住人哋嘅，因為我好驚做錯呢個決定咧，係帶嚟咗一個唔可以挽回嘅錯誤。而呢一個錯誤咧，我唔希望我就係製造嗰個人咯，我寧願係跟人哋，然之後錯咗咯。所以每一次聽到一啲令人即係好心痛嘅災難嘅時候咧，我自己都真係會諗翻，究竟我點樣可以將呢一部分嘅自己可以係變得唔同少少咧？我唔覺得自己係領頭羊嚟嘅，比我更加走得前嘅人，我覺得真係比比皆是。只不過咧，你可以話可能喺我哋自己呢個圈子入邊咧，我可能真係嗰個比較願意行先嘅人咯。可能大家會有個心態就係行先死先啩，但係我自己就係一個覺得，如果嗰樣嘢我覺得係啱嘅，我就會做咗先嘅人咯。同埋有陣時，我覺得我自己骨子裏咧係有一種唔太中意追隨大眾嗰個方向嘅感覺咯。即係嗰樣嘢越多人中意，越多人追捧咧，我就越唔中意嘅。咁所以我覺得有陣時，如果我真係下下都要等有人行，我跟住佢行咧，probably 嗰個方向都唔係我想行嘅。咁不如我做咩要等啫？我就自己行咯，我行咗先咯。咁雖然好多時咧，我想講其實我個決定都未必可能係最好嘅決定，咁但係可能係相對地我自己做得比較舒服嘅決定咯。即係好似子華神咁樣講，我就算死，我都要死喺自己手上。你呢個心態咧，令我諗起我之前上網睇過個 post 咧，就係有解釋到呢種心態嘅人咧，就係話你係唔願意去為自己嘅決定負責任咯。我覺得你呢個心態去到你呢個年紀咧，真係好不健康喎。嚟到呢個年紀，你應該要有一個可以負起自己做每一個決定嘅責任噶嘛。小朋友啊或者學生咧，都尚且可能係未有一個成熟嘅心智去判斷嗰個決定係咪啱，但係都唔係啊。細月號上面都有小朋友係即係都 sense 到有啲問題，都識得去求救。咁你作為一個大人，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未必真係需要下下都要跟住人哋嘅決定，俾人哋牽住個鼻走咯。即係唔好講到話下下即係啲生死大關咁嘅決定啊。純粹可能講下，我會唔會想繼續讀書咧？我會轉工咧？我要結婚咧？要唔要生小朋友咧？呢啲其實即係喺人生入邊都係一啲好重要嘅決定啦。即係但係唔係一啲即係生死大關咁樣樣啦。咁如果下下我哋淨係諗，社會會大部分人係做啲乜嘢，我哋又再去做嗰樣嘢，咁其實你嘅人生仲唔係你嘅人生咧？其實未必係面對災難嘅時候，甚至有時係做一啲明明好正確，做一啲好事，我哋可能都會係有啲猶豫，因為我哋做緊嘅決定可能同其他人唔同。我覺得頭先你講到責任嗰 part 咧，對我嘅分析係都幾啱嘅，幾重嘅。由細到大咧，我哋對責任嘅理解，我覺得係比較被動嘅。我哋成日都會聽到老師啊、屋企人講啊，你有啲咩責任去做，好似係你有責任，你作為一個學生要讀書啦，你作為呢間公司嘅員工，你有責任要做好啲咩。我哋聽到嘅責任都係由人哋去話俾我哋聽要做啲咩，變咗我哋好少時間去諗究竟我哋自己應該做啲咩，我哋實際嘅責任係應該做啲咩。
其實有時喺我工作入邊，我接觸一啲小朋友啦，我自己都會好擔心呢一代嘅小朋友呢，父母對佢哋實在係無微不至，即係每一樣嘢都幫佢哋鋪排好晒，變咗呢，佢哋係唔知道自己究竟要做啲咩，同埋點解要咁樣做，佢哋冇呢個思考嘅時間，變咗就好似每日都係一部機器咁樣跟住呢啲指示重複咁樣做。我自己成日都覺得咧，而家小朋友咧，好似提早返工咁樣，佢哋一早咧已經要接受呢一個返工嘅殘酷啊！每日都跟住一個既定嘅日程，有啲責任要去做。好處嚟講，的確有嘅，佢哋好服從咯。但係我覺得就因為咁樣，少咗啲小朋友應該有嘅反叛啊！好似頭先你講，你自己就係中意同其他人唔一樣，即係冇咗呢一啲咁樣嘅特質啊！我本身咧係想回應你話咧，我細個唔係咁噶，我係而家先係咁樣嘅。但係我諗下咧，其實好似係應該我細個咧都已經心入邊咧會有呢一種即係會想為自己想做嘅嘢行前一步嘅心態。不過咧，你知我哋以前讀間學校啦，啲勁人係多到你完全係覺得你唔好行出嚟啦，會同自己講。勁過你嗰啲人都未出聲都未行，你要行出嚟，即係盞俾人笑嘅啫。我覺得可能係俾呢一個環境會係壓抑咗咯。如果你咁講翻起，可能其實我細個都已經有呢一種心態喺度噶啦。咁啊，只不過冇顯露出嚟啦。而家大個咗，可能面皮厚咗啦，即係就算真係仍然都係覺得自己唔特別嘅，叻過嘅人好多，但係會覺得咁啊點啫？我想做就做啦，即係可能而家係比較放開咗，豁咗出去咁樣樣咯。我相信呢個第一嘅感覺就會帶你去做一啲最正確嘅事。我記得喺 Thread 度睇過，有人問呢：如果你係經歷好似宏福苑咁大嘅災難嘅時候，你會唔會仲可以咁無條件咁樣去照顧埋身邊同你一齊走嘅人？會唔會可以甚至為咗救其他人而命都冇呢？我諗同一個道理就係當時其實你嗰下係唔會有咁多時間去諗究竟我要唔要咁做，而係根據你第一個反應話俾你聽呢樣嘢係應該做，你就會做。你唔會諗當時有幾咁危險，又或者評估下當下嘅情況，而係你係一個咁嘅人，你就會咁樣做。咁所以我都決定我以後要同你繼續傾多啲咁樣嘅話題，等我都可以好好咁樣學習一下你點樣去第一時間用一個最自己嘅反應去應對呢啲行為，等我呢個迷途嘅小羔羊都學下你呢隻領頭羊。領頭就點都唔輪到我領噶啦，我最多咧可以領住呢個飯後 channel 咧，先同大家講句新年快樂啦。咁啊，新年咧最大嘅願望，今年一定係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啦。送一句陳雷嘅歌入邊嘅一句歌詞俾大家：能安好歸家，沒重傷，已經很足夠。犀利，已經俾你領先一步講咗我最想講嘅嘢。咁祝大家就好似 Lily 頭先咁樣講啦，新一年健健康康、開開心心就已經好好啦。咁我哋今日就到呢度先啦。今集雖然冇分上下集，但我哋分咗2日錄。而 Lily 呢個時候連續2晚佢都已經好眼瞓啦，咁我放佢瞓覺先。新一年第一集再見，拜拜。